镜头转来讲来关心前台北市长郭文哲因为经花城案洪受压禁见，因个早暗，伊是伫法警的介护之下出现伫台大病院新德分院，伊是去看伊的老爸。面对媒体问话，伊是拢无应，伊伫病院半点钟就离开。昨晚8点40分，这台黑色的箱仔车驶到台大病院新德分院，几多位法警介护。落车是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。郭文哲挂嘴安无靠手铐，面对镜头拢无讲话，传讲是病院对郭文哲的老爸郭成发发病危的通知。郭文哲的家属申请介护探视，可以登记看92岁老爸。主席特别回来看爸爸吗？他现在进见喽。有这位法警包围郭文哲伫咧病院内面停差不多半点钟，媒体也问到因老爸情形，郭文哲是无讲啥。主席和爸爸还好吗？这个月初二，郭文哲搁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，这么看起来面色正沉重。台北看守所讲，会继续注意郭文哲受养的身心状况，若必要会提供心理辅导的资源。科员家属于今日下午检具资料向本所提出声明。本所依受刑人及被告返家探视办法规定审核，并通知法院，经报请矫正署核准后，即派员借护其外出探视。因那郭文哲牵涉的警花城案，也有民众党政治献金案，今仔早起第一遍开庭审理，会传唤众望基金会董事长李文忠等3人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